尾敢若有声咧，你入去看卖，无定吼，无听咱咧弄。哦，好好。阿姊啊，阿豪啊，啊你去我房间要创啊？你是要偷摕物件的哦？是我叫伊入去啦，看你是毋是伫咧内底。哦，哎呦，姊啊，我伫遮啦，免入去啦。你内底有金条，惊人入去哦？无啦。我条你金条拢开条严。哎呦，姊啊，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我著摕互遐放大听着啊，我无遐夭寿啦。你的话也会听哩。像姊啊，你哪会来我遮咧？这我的厝，我甲明来看看咧晓。会啦。啊，无要请我坐哦。好，姊啊，请坐啦，请坐啦。姊啊，你坐啦哈。这份真无用的款的哦。是啊，著做保证吼，什么疑难杂症拢爱替人办啊，有影足无用啊，较无用啦。姐啊，你，我是安怎啦？我是安怎？是姐啊，你哪会挨家啦？你即摆才看到，我目心。姐啊，我是伫咧讲哦，你哪度遐辛苦啦？辛苦啦！你若讲带念阿姊遐尔啊辛苦吼，赶紧将香妹放倒转去啦。这安怎？唔肯哦？哎呦，姊啊，我唔是讲唔肯啦，我是人在江湖吼，身不由己啦。你我没有人要。不，哎呦，唔是啦，鸟主。鸟雀声哪大声？哎呦，你是人的。哎呀，唔是啦，姊啊，你坐啦。好，我这的鸟主哦，比鸟我较大只呢。这若好加到尾去啊！你坐，我来看卖咧哈。我来看卖咧，我来看卖。我你甲你讲哦，我外口有人家己哦，你若这声我就互你死。阿姊啊，我等你看鸟主啦。你想要讨救伊，变天孝心？来啊！在你内面吼，咧变啥吧？老太太，顾少爷毋是甲讲你要入去拍鸟鼠？伊的话会听你哦。鸟鼠会比鸟较大只，骗笑。你入去甲看嘛，我定伊伫内面哦，毋知做啥歹死的代志。好够大只，好够大只啦！什么大只？无来鸟出啦，哈，有影有忝就对。我看内面是毋是掺杂呢？哎呦，姊啊，你莫定以小人之心哦，要来盗君子之腹啦！哎，我小人哦，安尼好啊。明仔载这间厝吼，我拢甲收转来，互你家己想办法吼。哎呦，无啦，姊啊，我凊彩讲啊，你莫甲当做真实的啦。有影我该死，好啦，我毋是来遮吼，看你伫咧搬戏的啦。安尼啦，香妹代志吼，明仔载你叫日本仔吼，紧甲放转去。这安怎？敢袂用伊吼啦？我甲你讲啦。明仔载吼，香妹因阿娘伫要出山，透早就要出山，你紧甲放转去啦。因厝吼，敢若剩你家己一个人尔呢。哎呀，姊啊，你有影管了伤济啊啦！你哟，无花无望衰了你。姊啊，你搁伫咧骂我？迄是你来拜托我，毋是我拜托你的呢。好啦，算阿姊拜托你啦。香妹无论安怎吼，嘛是强家的新妇。伊若有啥物所在得罪你吼，望你手洗牙悬吼，放伊一条生路，安尼毋就好啊？姊啊，安尼嘛较像人讲的话。
我了解你的心情啦。啊，我甲兄妹嘛当做家己人共款。哎，也毋过，姊啊，你日本仔吼哪咸嘞哪好嘞，啊，而且你吼佫爱兄妹明仔早起透早就转去，这件代志吼，可能有较歹办淡薄啊。啊，这提去，毋知较好办无吼？姊啊，杀去送吼，佮盐啊可是上无共呢。伊的心也较大。可是，这一条金条吼，啊，伊踢喙希望都无够啦。是偌济？啊，5条哦！什么5条？啊，都无伫骗囡仔讲哪里？无写偌济？哎呦，姊啊，50条啦！哈，50条哦，要哭伊个！姊啊，较细声咧。这若互日本仔听到，伊若甲你开枪，你就走无落去哦。夭寿，哎遐尼多哦！姊啊，你即马才知影讲日本人夭寿哦。吼，我这个做保证的看足济啊啦。你知影我过了偌痛苦，你知毋？看起来你阁不假吼，也有良心呢吼。姊啊，即摆讲这拢无效啦。啊，你有50条金仔无？我都不咧开金矿，阁有。姊啊，无就煞啦。啊，反正兄妹也毋是你亲生的啊，啊顺心无顾带就有啊，哪就为伊来倾家动产咧？啊，姊啊，啊金条我收起来好啦。你敢毋是讲无够？啊，无啦，我是咧讲吼，啊阎王好奇啊，小鬼难填啊，啊像讲这金条吼，咱来乌西内面的警察啦，啊兄妹伫内底无嘛较好过日。我咧讲哦，你毋好甲我暗讲去，代志拢无办呢哈。袂啦，我的良心哦，都毋是互狗家己讲。我看差不多。无代志，我来走。好啦，哎姊啊，啊顺行哦，嘿慢行啦。嘿，内面有人哟。我连拄则迄只鸟鼠的迄款啦。顾少爷，啊？你拄仔无共鸟鼠拍死哦？无啦，我大哥好看头，啊手尾还无够啦。安尼我来甲拍死。哎呀，别，我家己来去就好，你陪阮大姊转去啊，知影无？生活啦，互阿豪甲你斗拍鸟死啦，甲拍死啦，来去我去。别，我家己来就好，吼，你陪阮大姊转去，安尼就好啊，我家己有够啦，吼。哎呦，顾少爷，你袂免对我客气啊，我。免啦，我家己准运动吼，来个拍有死安尼就会用哩。你陪阮大姊转去啦，好，快点，来，阿姐顺行啦。好佳哉！哎呀，这是死查某鬼个条，你去较细腻个，恁妹也无拍一个，互你整歪歪袂。哎呦，戆查某你实在有影，你对我是偌歹啦！我就想要做顺查啊！你到时你就顺老夫人啊！啊你安尼毋是足违抗的？哈！啊遐空，来，我斟一个哦。哎呦！你笑到夭寿！哎呦！天公伯，我是要安怎？我要安怎啊？杨梅，奇怪，我来做这里吧。杨梅啊，你是强怪你倒？你把开几场？门拍过。係。你出去外口講好。係。
要拖我去请啥？我若想要甲你请杀，免拖到这嘛。我想要叫做四卡。你免小笑啦！我即嘛敢若想要招你饮一杯。恭喜，你个成功啊！无，咱做伙来解忧愁。你这种人啊，解忧愁。啉就啉，讲遐多是要创啥？来，为着所有台湾人，干一杯！你心内敢有台湾人？我老实甲你讲，我是伫咧台湾出世。阮老爸以前伫咧虎尾制糖会社，我6岁的时阵才转去日本。迄当时，我有一个妹妹，伊嘛是台湾人。你是食台湾人的年水大汉的，无毋对，那呢你想要救台湾人？这是立场的问题，袂用你怪我。我再讲，人在江湖，心不移己。这个鸡腿袂歹，来。放心啦，毋是老乡话迄只鸡案。我问你，你伫乡外，你想要对安怎？玫瑰，你敢若真关心老乡话生活？哦，你人伫倒？手心发抖。老乡们若伫我的手里，迄就较好处理。问题是，伫咧保正手里。保正手，那呢你会当命令保正，甲乡们交互你啊！这件代志无遐尼好办。小小一个保正，你就无伊我大心？玫瑰，你若真正要救老乡们，你就爱听我的话。听你拍到要叫钱啦！你要了解，沙沙气上无遐尼好惹。假使老乡们若落在伊的手头，一定会无命。也阁有，保证为着要家己升官，一定会讲老乡们是抗日分子，沙沙气上会甲掠去枪杀。只要你若答应我的条件，我用你想尽办法，叫保证放老乡们出来，安尼伊就会当安全。你若真心咧关心老乡们，你就必须安尼做。也若我想要甲你斗相共，也无法度。你毋免安尼甲气，咱即嘛是命运相共，合则两利，分则两败。你唔通会晓算袂晓治，跳米换暗时。来，为着咱将来前途，干一杯！大家咯！好，真好。这款的麻烦，这款的口气，做孙怎？有办。好诶，你家己豆豆啉，好好详细想看卖。
坐下。嗨。把屁股扣倒来，强甲我机会人变做。敢讲我聊天顶，已经是进无路，退无步。就熬过来。熬过来。就过来。阿古金。别把古金救过来！你家都报告！小等下，我是要等上哈，机关了已经出山。你咧讲啥？歹势啦，安妮啊，我头拄讲伤紧，讲唔对去啦。我是讲吼，机关伊退休每那尔，去办出山的代志啦。啊，咱搁要等上啦。等我啊！啊，我还袂食，你就先食。哎哟，安妮啊，我即摆是一个人食，两个人补呢。啊，我会枵，啊，阮乖囝嘛会枵啊。敢讲，礼拜你的金孙枵是甚？我的金孙毋知伫倒位咧。当然伫我的腹肚内啊。敢安尼？是啊，是啊。你真老讲白贼安怎？阿春逐工洗你的衫裤，看你还有话事。你阁真好大胆，骗我讲你有心。你毋通参照新华同款啦，学一寡把戏，伫咧关公的面头前咧人大刀哦。生囝的时阵，你还袂出世。靠啥？靠啥？哇塞吼，真衰啦！娶咧你即款媳妇，阁是一个囤物。别跑去房间哭啦，莫在这哭西哭红啦。娘。小奶奶，莫爱插伊啦，笑的。老太太，你有送我无伫咧房间内，唔知走去倒去。
我，乡门嘛袂用抓去，连最后送因阿母上山头都无法度。暗，大乡哩救抓，我真紧就带乡妹来你梦乡上友拜拜。我若是做袂到，我就死无葬身之地。刘长，好啊，紧起来。是啦，严丁啊，你的心意，阮大家拢真了解你。向卖甲阮面久的代志，也免全部来怪你。你哪有就遐尼当怎咧？来，起来啊！你来做啥？要掠看名信？来嘛，要掠我嘛，掠我嘛，我互你掠啦。严丁啊，你紧走，你紧走啦！我已经食到遮济岁啊，搁食嘛无偌久，紧走，你紧走，我互你掠啦。伊毋是来掠我的啦。我唔相信，伊毋是要掠你，敢讲要来甲你请安心？欧巴桑，无毋对，我是来甲廖天顶请安的。嘛是来甲乡妹因阿娘念香。你骗啥的？你日本人咱要糟蹋阮台湾人就真好啊啦，搁要来甲念香？我是诚心诚意。乡长，麻烦你点一个香给我。欧巴桑，虽然咱无熟识，我严啊屈志，直接诚心诚意，夜香甲你参拜。严啊屈志。希望你是真心的。你毋免怀疑我的诚意，我相信以后咱毋是敌人，是共同打拼的好朋友。欧巴桑，请坐来。廖点点，我搁提醒你，唔通互这个所在，搁再加几个喷雾，这是我上大的冤枉。应该是我要做决定的时阵。你这死查某鬼啊！你安尼昨下甲我挑一个吼，你真是要互我死的款呢？你顺便要互我绝囝绝孙的款呢？你看，我对你偌好，我搁要买碗餐互你食。哎呦，你较乖咧吼，听话啦，唔通安尼啦，食肉粽啦，吼。哎呦！
卖出声，你卖出声好心的啦，卖出声好。你无食会晓死啦，你好心的，你卖安尼啦，真正。来，真正来。你搞跳来，我无要紧，搞，哎呦，我哪安尼丢疼，我哪安尼丢疼，哎呦，我这不来看医生哦，袂用哩，我去啦，哎呦，我来看医生啦，哦，阿豪啊，来，拜托搞我扶啊来啊坐，嘿。古少爷，啊，啊无你是生山啊哟？靠腰啊！你那伫咧生山啊啦？啊无行路安尼脚开安尼。啊，哦，新华啦，啊，囡仔还早来不喏？我找志远啦。找志远？哎呀，什么代志？看病咧。啊？你也会破病哦？啊，你毋是勇甲敢若牛咧？昨暝哦，敢若青龙画好，要甲我摕50条的金条。我知啦，贪心啦，哈！哎呦，天咧责备你啦！哎呦，姊呀，天有不测风云呐，人有旦夕祸福呢，哈！啊，什么人敢保证讲会当赢迄个无事败？哎呦！你是得什么病啦？哎呦，哎呦，生命了然咯！哎呦，姊啊，无啦，我无生山啊啦。鹅较大只压力鹅，你就是安尼啊，侥幸失德的代志做了济啦，啊，伫咧外口乱开啦，才会得即款的病啦，报应啦。哎呦，姊啊，有冤枉啦！冤枉，这毋是衙门啦，要发冤枉吼，走去衙门去发啦。好啦，好，转去，好转去。那莫甲我赶啦，姊啊，我是来看病的啦。看病？啊，志远也无看即款的垃圾病啊，你去别间看。哎呦，莫将这个垃圾病吼挖到底遮来。无啦，姊啊，我阿好，嘿，甲好势。哎呦，哎呀，姊啊，你互我拜头者，好无？强老太太。我毋捌你啊，你是什么人？莎莎先生，哎呦，国家你马叔。杀去杀？啊，你是要来杀人的哦？强老太太，我是专工来要甲你拜访的，我就看你的大门无关，我就来入来。是的哦。莎莎先生，啊，你要来阮大姊遮拜访，你就甲我讲一声就好，啊，我就甲阮大姊掠来，今仔点就会用哩啊。新欢，你可袂讲我去用拘留7至49天？姊啊，我毋是这个意思，啦。无你什么意思？强老太太，你唔通，我毋是来要掠人。啊，无你是？哦，我是明日来讲话。哎，莎先生，我交代不久，我该死，来，请坐。哎呦，阿豪，你给我徛伫遐怎啊？紧跑地啦！哎呦，哦，好姐，嗨，你人是安怎想？哎呦，我，莎去啥？啊，今仔日来到寒舍，毋知有啥物贵事吼？我是，莎先生，阮阿姊甲聊天顶无熟悉啦。我无讲我是来要找聊天顶啊。哎呀，无就好。我是来要找姜志远。啊？哎呦，阮卫生啊吼，还是聊天顶害的啦，伊甲聊天顶拢无关系。无正。嗨！我伫咧讲话，你点。嗨！姜老太太。莎去啥？那阮后生吼去市府遐办丧事，真紧就倒转来。你若有代志，伊倒来了后，我叫伊去警察厅找你拜访你。杨老太太，你当抢价，还价会当还20外年，管20外斤布庄，米店顿布，确实是无简单。你对我原来真了解安怎？知己知彼，
见必胜，应该你也捌听过。你踮伫生理上奔波20多年，毋免我讲，你应该嘛知影讲趁钱的法则。你对我调查甲真清楚，毋知你的意思是？我毋是调查，我了解。恁强家是一个蒙族，加加减减到阮日本警察拢总有来往，所以啊，我对恁比较较了解。哦，沙沙先生，你若真了解，安尼真好。以后请你多多关照。阿豪啊，你去我房间内几下来，摕我的金压出来。是。向老太太，且歹势，你小坐坐，来用茶啦。是安尼，阮厝的大门口讲日本警察嘞，是毋是迄个沙沙基你内面？沙沙基，你紧入去看觅，你较注意，这人无啥好食。安尼你嘞？我会让咱问进去，你放心，我会坚决协助。跟司长啊，向老太太，你安尼是什么意思？这淡薄仔意思，不成敬意，请你收起来。大概啊！志远，快紧就转来。志远，你目睭是顾着喇叭是？你无看到杀杀气场伫遮，啊你是袂晓甲人问好是？啊？杀杀气场，歹势，阮这卫生啊吼，啊读书读到小肚皮的款。志远，你安尼看到人袂晓甲人挨杀一个，啊？是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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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讲，嗨，你较掂是较无？嗨。用啥？有用代。沙沙医生，不敢，我嘛求用你代。你是日本帝国大学医学院的高中生，你的风度甲气质，甲想也教人无是你唔甘。杨老太太，阮日本人甲恁栽培出来囡仔，应该是袂歹才对。马马虎虎啦。既然恁囝还是受高等教育的人，是安怎样会做败害警察官员的代志？你做一款，对我是一种的侮辱，你知影？新德地区的警察队，风俗会变甲遐尔歹，当总是你伫咧带头。新德地区的警察厅，风俗会变甲遐尔歹，当总是你伫咧带头。好正，嗨！会诬陷警察官员这行为，是毋是你做保洁的人暗中伫做空交啊？不！哎呦，沙大警察，我对天皇真屌都袂赴啊！我哪有迄个时间做这款的代志咧？哎，你莫搭来开嘴下嘴，拢将天皇挂伫嘴。嗨！天皇迄家万岁！好啊好啊，杨老太太，我问，是虾米人送金条也么屈指上？杨老太太，你对你的孙孙夫老兄妹真疼惜，要若无是安怎你来替伊咧爱家？你替老兄妹开袂少金条。
无正，我等下要来去看，3点半带老乡们来见。嗨！勇老太太，甲你交了，真实的。沙拉先生，孙家。媳妇儿，哎，姐啊，拜托，我有代志要办，我互我赶紧转来付这3点半啦。3点半，即摆还未过到，免付3点半。哎呦，姐啊，我还有足侪疑难杂症要处理啦，你好心的认工啦，拜托。疑难杂症，拄拄啊。哎呦！我来互志远甲你医啊。你有啥病？医哦。垃圾病啦！歹势这个代做了济啦，规气吼甲淹起来。哎呦，姐啊，你安尼互我绝囝绝孙哦，对你有啥物好处啦？拜托诶！好整唔传啦，歹整是不断啦，这歹整莫传就好啦，规气淹。哎呀，卖啦，姐，哎呦，姐，哎，我离开这个来啊，真是互你偌个害死。哎呀，伊莫甲我生气啦，你家己身体较重要啦。我是讲安尼无代志啊，叫我出一个咧，什么沙去，我讲我这条命会叫你阿姑沙去啦。小啊，六嫂，老伟人，哎呦，你是走去倒？好你家在吼，你拄仔食无地咧，要若无就叫伊沙去。嘿，你知影沙去上唔来哦？恁拄则讲的话，我拢有听到。台湾人实真悲哀啦，互日本人安尼徛东徛西，安尼也唔对，安尼也唔是。对啦，六嫂，拄仔听沙去上讲话口气哦，敢若亲像伊甲亚妈搁治，无啥对头哦。这个沙去，毋是一个简单的人物，无啥好应付。我听想法伫咧讲吼，迄沙去偌好，做北皮一路。啊！万一乡妹若互伊杀去，又毋知当一张皮。六嫂，咱来赶紧想一个办法，把咪姑甲乡妹救出来。会啦，这2天有办法解决。你著较细腻。你放心啦，我袂冲动啦，啊无你较早休困，好吧？对啦，安尼啊，咱也无看面子啊。讲到伊哦，我也真生气。啊，就安尼啦，我甲杜破讲伊骗我有心啦，扣甲走来房间。安尼啊，你这么紧就知影伊甲你骗啊？因某喊嘛，食无3杯硬菜，要上升天。你在创啥？我要离开啊啦！你也是乌白来你啊！你真是乌白来啦！逐工哪会晓护着你心爱的乡妹，甲我在牵手等你身边，害我袂当生后生。我才会去骗人，就讲我有心啊啦。这些好啊，代志已经破功啊啦，我着怪我安尼走脱。你讲啊，我伫这个厝内，我到底是算啥？你是讲啥话啦？啊，袂咧啦！还阁有啦，恁母仔囝2个人吼，一定去啉着聊你的胡仔水啊啦！你是后面讲啥？我无后袂讲啦，啊无恁大家人谁人一定为伊，你睇到大家，我互伊住伫咱兜，印象啊，你做讲是？
拢是款。我听人讲过心，掠金掠好，唔通去掠小查某啦！你定定骂我小查某，我即摆小互你看，你闪啦！你要去倒？我找个遐啦！敢？啥人我唔敢？你都敢把新妇变做细姨啊？我袂当信，太小，可气我！我袂原谅你啊！你家己啦！我请得主，无话可以。什么呀？夜马科技上伫找我？是，讲有重要的代志，请你马上过去一转。你咧甲讲我无用啦？袂用你啦，山马股市场一定爱你过去，无我等于歹交代。后迄落代志，你甲讲我甲傻傻去上伫研究代志，安尼伊就袂为难你。照我的话安尼讲，起来起来起来！嗨，夜马科技徛摆也无偌久啊啦，免偌久吼，我就甲好起来啦。阿姑啊！哟，面主啊，你是安怎？我要甲志愿册啦！我要甲志愿册啦！什么呀？你要甲志愿册？这到尾什么地带咧？哎呦，我甲你讲哦，我一个做保证吼，什么疑难杂症我拢有伫咧办哦。独你甲志愿离婚的代志我无要办，这款歹识得的代志吼，哎，我无要做哈，我哎呦。哎呦！你先做是？你若唔知影，就莫问遐济啦，哎呦！阿姑，我敢会当去带恁兜？哈？是什么呀？你要带我遮？我就离家出走啦！哎呦！拜托你好心的，你莫害我哦！你离家出走，真若互阮大姊知影哦，伊会怨我，我会死哦！拜托了，你唔通拖我落去死啦！哦。阿姑，我后头厝伫屏东，我伫心跳无亲情，我真正无所在通转呢。阿姑，我甲你拜托啦，让我带恁遮，我袂甲别人讲真正话。哎呀，唔过。哎呦，阿姑啊，安尼人遐尼好，阿姑遐尼爱听我，你吼是菩萨的心肠啦。阿姑，我甲你拜托啦，我住伫恁兜啦，好无？恁强加一家伙啊哦，你上了解我。哦。多谢阿姑啦，我就知影吼，你会甲我斗相共啦。像你做人遐尼成功吼，以后吼一定会好报啦。哎，对啊，我若无好报吼。哎，天公就是无目睭啦，嘿！你即摆想去倒？入去房间啊！别用你啦！啊，你头拄个毋是已经答应我？我哎呦，阿姑，你放心啦，我袂甲你惹麻烦的啦，真正啦。我是讲你唔通困我的房间啦。阿姑，我毋是惊毋知路啊，甲你共房间困。我都毋是禽兽讲，甲你共房间困，我是讲哦，你爱去困客房啦。哦，啊，你毋着带我行？好啦，行啦。好啦。阿姑啊，当你是对间啦。嘿啊，较贵个第二间啦。哦。阿娘，阿娘哪会来遮？阿娘，你竟然救我啦！阿娘，哎呦，唔是这间哦，哈，这间我的房间了，头前迄间啦，哎。阿姑，你房间